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喜来嘅》，我係吳依容。今日我能夠請到位來賓呢，伊係對北埔西亞島台東嘅畫家喎，同時係開傳堂嘅畫家，談起來路蠻有故事嗬。我哋來歡迎今日嘅來賓係邱尚偉先生，邱先生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來自台東的邱尚偉，很高興來到這個節目。歡迎邱先生來到我哋嘅節目。邱先生係苗栗客家人嗬。對對。不過就係從細就聽到阿爸阿媽到台北咧。對，我從小就跟爸爸媽媽在台北，然後對，就是只有在休假的時候才會回到苗栗老家那邊。哦。對。我看資料啊，邱先生其實唔係科班出身，唔係畫圖啊。對。從細就學畫圖係咪？我從幼稚園就喜歡畫圖。哦，對對對，就是會打工賺錢去買顏料來畫。真的假的？跟媽媽打工啊，對啊對啊，跟媽媽說，有什麼工作可以做啊，然後可以獲得一點酬勞啊，這樣子。哦，單純哦，按好畫圖哦。對，就是也不曉得為什麼，就是喜歡畫圖而已。還有來路係有拜師，還係入讀美術班啊呢？就是陸陸續續學校有些老師覺得我畫得不錯，然後會多加指導。對對對，然後那後來就是國中畢業之後就是去考那個永和的復興美工，對，所以就考上。哦，我還看老師真嘅一直得獎呢吼。哦，沒有啦，學生時代。對，學生時代就會比較就會被鼓勵嘛，就是說去參加一些比賽，獲得一些經驗啊，這樣子。哦。對，那也是一種創作的動力啦。對，比賽是一種動力的提升。咁復興美工畢業過後，還係繼續畫圖哈？沒有，就很想畫，但是因為，你知道嗎？就是退伍下來之後，就是要任何男生都會想要工作啊，對不對？就是所以就第一份工作做室內設計師，對，專門設計那個世貿展示會場的。哦，對，還是跟本行有一點相關。有一點，可是其實也很丟臉啦，就是，在學校學的跟實際上面的還是有差別。哦，對，就是在職場上班的時候，他們要求的快很準。那跟我們在學校所學的那些基礎還是有點落差。不過我也是很感謝那個當初讓我進公司的老闆，他也有找一些我的學弟來教我畫設計圖。哦，對，學弟很厲害啊，就教我來畫一些簡易的，還有一個學長。對，所以讓我就慢慢的很快速的進入到這個設計的氛圍裡面，這樣子。哦，咁做室內設計，能會去到台東呢？哦，就是來台東是很意外，就是我之前一個工作結束之後就想說做一個環島旅行。對，結果沒想到來到台東就黏在台東了，就一直就沒有上去。後來我母親還打電話給我說，你怎麼還沒回到台北？對，我說我已經在台東了。他說你還在台東玩了？我說沒有，我在工作了。啊？對，就是一個因緣際會，就留在台東。對。咁而家喺做乜嘅條路？就是我那時候是到第一個份工作是原生應用植物園。哦。對，台東的原生應用植物園，那個時候是他才剛剛試辦。哦。那因為我在西部有看到他的消息，我說台東有一家那個很漂亮，然後很有感覺的一棟建築物，然後它裡面有種了一些台東的一些原生的一些植物，還有樹木，然後還有一些藥草，所以我就那時候就特別注意到這個報道，然後這次來台東的時候，我就想要去一探究竟，結果沒有想到這個原生應用植物園是私人的集資，然後去蓋的，所以不是公家單位，我以為是公家的研究單位，對。然後後來就跟對方的就聊了一下，就是跟他們的主管聊了一下，對，結果就被留下來。對。咁提嘅做乜嘅？初階段我是在做餐廳跟那個客服部的一些主管職務。好妙哦！你是喺台東了？很意外。都留下來嘅。對。咁我會有資源要自家開餐廳咯。就是後來陸陸續也是。就覺得說，年紀也不小了啦，就應該有一個機會，就是可以創業嘛。好，對，然後就想說開一家有意思的一個店。對，那就反正這樣子的話就
可以过日子，然后可以闲暇时间可以从事创作啊，这样子。我想说，应该是对我那个时候的阶段，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方式啊。对。刚刚他用哪些想你理想中你想要可以用哪个传堂？餐厅其实是蛮现实的，就是说，台东的餐厅哈，其实就是数量，因为台东有很多特色的餐厅，因为台东观光非常发达，就是说，大家生活上面会跟观光客接触的很多，那么所以说很多很有特色的店都在台东或台东的一些乡镇里面都会有，所以我们想说怎么样开一家店呢？就是要开一间有话题性的店。所以我就以太太的一个收藏品大象，然后去做一个主题，所以我们就把我们店里面都陈列很多大象的一些小饰品啊，或者是一些陶瓷啊什么的，对，所以我们是想说店里面是无所不像，对，然后另外就是我们选择做素食料理，对，就是说我们就是以新鲜的蔬菜然后去做料理这样子，对。就会包括装潢啊，还有卖的东西，旅游去家的提升。是，因为装潢什么的我们都自己来嘛，因为自己就是做这一行的啊。对，所以说就不假手他人，就自己赚了。我们客家人讲说这个要勤俭一下嘛，旅去家来做。对，就也很好 DIY 一下嘛，然后就把一些大象收藏品就陈列上去，结果没想到10几年下来，就是东西越来越多。对，因为很多客人他也觉得说这很有趣啊，所以他有时候出国或是家里面有一些他们的大象收藏品都会拿来对啊，就是说这给你们了啊这样子，对，所以我们的家里面的大象其实像目前应该有30%都是客人给的啊，真给？对，就是大家他说放在家里面也没什么那个嘛，结果给大家欣赏反而更好。变到你能给好像也变大象的那个展览空间。对，很多人看了都很新奇啊，就因为我们这边包罗万象，对，不是只有真的那个象。对，不是只有泰国来的或什么的，其实全世界各地都有，所以人家都觉得很羡慕的眼神跟我们就说，哇，老板娘，你们出国都买回来。我说其实我们都没有出国，其实都在台湾收集的，对。刚人家哈嗰種也可以提配好1樓喺傳堂，2樓係藝廊，係咪？對，那個在幾年前是2樓，是我們有做一個藝廊，對，那個時候是為了因為空間比較大，所以就我也不想說把餐廳延伸到2樓去，因為覺得說夫妻2個人再加1、2個工讀生做，這樣就可以了。對，所以2樓呢，我們就打算說就把它做一個藝文展示空間，因為這個藝文也是我自己所喜歡的嘛，所以就做一個就是比較專業的畫廊的形式去做，然後在客人在等餐的時候呢，其實他也有機會跑去2樓欣賞一下這個台東在地的藝術家的畫作這樣子。對，那個時候用意是這樣子。那現階段是因為後來租約到期了，租約到期之後，我們就決定說那就搬回到自己的小房子。對，那現在畫廊是暫時就先收起來，但是就是有幫一些需要的朋友就做一些策展。對，所以我們也幫一些朋友在花蓮啊，在台東啊去做一些展覽的策劃，這樣子。所以這部分就沒有一個實體的展覽了。對，那餐廳依然是維持的。老師，我蠻好奇，因為你頭都講到講這個感覺可以創業，沒想要繼續嘅，我好像有聽到你有想要繼續畫畫，不過可以傳堂，更有可能老土。就是看個人啦，就是說，餐廳的工作是比較細碎的，它有個時段，譬如說早上要先起來準備，然後就是打掃啊、賣啊什麼的，然後中午過後可以休息一段時間，然後到結束之後還要再清潔，然後再收拾。現在就是夫妻2個人做，然後可能就會一直拉到晚上12點才會那個，對，因為我們要準備工作，而且因為食材要先清潔去清理，然後去那個，因為都蔬菜嘛，那個菜的要挑。我們不是說
一股脑全部都把它放进去，这样没有，我们就是每一个要分类，然后要这个过程其实是一般人不晓得，但是吃起来就知道了，就是口感要清脆，然后要新鲜什么的，这个是因为做餐是骗不了人的，那所以说只能用空档的时间去做创作。唐艺人那有空档哦？有啊，这个也是要感谢一位我们台东的一个美术教育家了哈，曾新平曾教授，他其实在有一次我那时候艺廊有在开的时候，他就跟我聊天啊，他就说，邱尚伟，你现在还没在画图？我说啊，老师，我很想画，可是呢一直没有空画这样子。老师就笑就说，你搞错了，这个你不要等有空才画了，你要有空就画。就是这两句话其实虽然很平淡，其实意义不同。他就是说，你可以找出随时都可以画，你只要想画，随时都可以画。你不要特地找出一个时间再来画这个图，那你永远没有时间了，因为你可能一下琐碎的事情啊，杂七杂八事情啊会干扰到你。那所以呢，我听完之后呢，其实我就开始就是随时随地的准备个小画本，然后呢，我想到什么就开始画这样子。对，那后来我才了解这个的用意，就是说，你手不会生疏啦。对，你随时在画的时候呢，那个手的那个熟悉感就可以保持得很好，然后就不会说因为我想画的时候呢，一开始画的时候还要开始布置东西，然后还要开始找灵感或者找手感，结果呢刚找到的时候呢又没时间了。对，所以常常以往就是这样子，就会一直创作就没办法持续下去。那现在这样子的话呢，反而造就出一种自己独特的方式。对，像好多大家谈到休闲上来讲，可能像我这个都会有一个好像有点被打醒哈，你像邱老师同给时间同样，你係本來我們想講，做一項乜嘅事情，是係唔咩投入，如果一個空出一大段時間，其實唔咩樣嗬，你係有一些項路做得做哦嗬。咁等下呢，我哋如果長休息上同我哋分享，咁亦睇台東以花物嘅呢，我哋了一下聽歌都進來現場。非常多進來福喜來嘅現場，我哋今日有請到嘅來賓係畫家邱尚偉先生，都有講到可以開餐廳，不過呢，我想辦法唔係有限人畫，係有限手畫個嗬。邱先生安尼改變嘅概念嘛，你的比如講畫圖嘅技法，還有選的材料，我有冇同樣冇？會，我還是會有那個抉擇的，就是說，我就用比較方便的水彩，對，那之前像畫油畫就比較麻煩，對，就是可能假日的時候可以畫，但是像畫水彩的時候，就是你只要有空，你只要那個一個可以洗筆的，然後就可以開始畫，對，所以說我目前來講創作的一個比較多的一個區塊就是水彩畫這樣子，對。不過也下嘅水彩畫，然後學生時期畫法是沒冇同樣。因為水彩畫是調和水，所以我們如果觀眾朋友很多可以看到一些我們國內或國外的名家的時候，你看那個水彩的那個跟水的調和，可以創造出非常漂亮的色彩跟那個流動的感覺。對，不管是渲染的或者縫合的方式，那我們台灣的一個水彩畫家其實都畫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好。對，那這種的就是要掌握住很高度的技巧，然後就是要在時間之內，然後控制水分，控制色彩，然後去把它完成。但是這個東西對我來說就困難了，就是我可能畫一張圖，我現在畫一下可能10分鐘，對，10分鐘我就不得不放下筆下來，或是半個小時，所以我一張畫，往往都是很多零碎的時間把它組合在一起的，那這就造成說我沒有辦法去很好的去把那個水彩的那種感覺，就是當下那種流動性的那種一體把它一致性把它畫完。就是變成是這樣的狀況之下呢，我就慢慢的琢磨出一種
重叠的方式。对，但是我不是画不透明水彩，我是还是以透明水彩方式去画出堆叠，把它堆叠出一个层次出来。对，就是当然也是因为台东的环境的关系，让我觉得说，很多希望表达出一些很立体的味道，所以像我最近就是画台东的石头。对，那石头的纹路就常常吸引我，所以我就会去观察，然后去画这样子。但是我又不是像一般的朋友去直接像写生一样去画现场的情境画出来。我都是画一些想象的。对，所以我的画面我也没有打草稿，就是我的画图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啊，好，可以这样说吧。对，就是这样子。对，按照画到什么感觉，然后就往下走这样子。你永远不晓得我下一个，我也不知道我下一步要怎么走啊，反正就是随着感觉走。也如迄因应的画嘅时间，如像唔讲很零碎，嗰种唔冇可能讲，眼前面如好好的构图，嗰种如会发展出一啲同以前冇同样嘅画。对，就是莫名其妙就自己就，因为这是环境的关系嘛，然后就慢慢的画。那当然我也长久下来，我也蛮喜欢这种堆叠的感觉。对，就是我会画，然后一看，我上次画的我觉得不错的。可是这次我觉得还不够，所以我就开始再堆叠上去。所以我一张画其实画很久。那我现在指导我的老师常常跟我讲说：“哎呦，你不要再这么执着的，有时候该放啊。”那我就说：“老师，你那个放的感觉，我没有办法还没办法感受到。可是我现在觉得说，我如果这样做，我觉得画得很舒服啊，所以我就还是对。那我希望我未来可以达到说，那个画一笔代表千言万语，一笔可以有千言万语的那种感觉，我也是很想达到那种境界啊。可是目前当然是还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境界。老师觉得你太执着而提画好，还没要把它画好。这是初心嘛，就是自己画图的最初的一个心对，赤子之心吧，这样就是说，我画图就是你要先感动自己啊。对，我就不是对，那感动自己的话，画出来的东西，那才会有灵魂嘛，才会有生命嘛。其他喺台东应该会嗰度东西好吧？风景暗讲。对，台东为什么老师会对石头情有独钟？最近几年台东常常有一个很流行的一个名称叫台东蓝。对，台东蓝就是台东有时候天气好的时候，那个台东的海跟天空是非常漂亮的。对。那北部呢，就是都是高楼大厦，这样出门就是坐捷运啊，或者是骑机车啊，四处。对，我那时候还在北部的时候，捷运已经开通了，那大家都是坐捷运嘛。但是上班族还是骑机车比较多，就是闯来闯去的哈。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到台东来，我就觉得说心情很放松。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说，当然每个人选择，因为像住台东年轻人也很想到都市去发展了，所以我觉得是心境，每个时刻心境的不一样。但是台东真的是很好，就是说，因为它的工业比较少，所以它环境污染方面其实是没那么多，但最近也是都会有隐忧啦，就是观光客多，污染也是多啦，这是好的里面的一个不好的一个隐忧就对了。但是整体来说，台东其实虽然是还蛮没有受污染的一个状况，那就是天空就漂亮啊，海水就漂亮啊，对，那层次都很多层次。那对于像我们这种从事创作的这种人的话，其实是非常好的题材，然后当然就可以画，对。那台东海岸线又很长，所以说每个海岸线的那个石头的因为台东是砂岩比较少，那个岩石比较多，所以每一个阶段它的产生的一个地质的变化其实都不一样。对，从长滨到南田这个地方完全都不一样的一个，所以我们每次去一个点看的时候，都会发现到一个新的一个不同的感觉。老师都同人哋小嘅基本嘅花嘛，因为我看到嘅花当中嘅石头多色很多彩啊，又本人看的心情quite好，一般人凡人看石头都肥肥呀唔同會看到石頭結果係變做按摩咁樣嘅發出來。没有，是这样的，那个石头其实你如果再仔细看其實是
也很漂亮啦，没有那么灰啦，因为台东的太阳很大啊，就是真的是很大，所以说你走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其实你看到被海水亲吻过的石头，它的颜色就跑出来了。对，没有被海水亲到的，所以就灰灰的。所以说我都是看被海水亲过的石头。好，那我画这个石头呢，我是想说把这个是看在海边看石头是把它记在心里面，但是我画出来的时候是我画我内心的。对，就好玩的，这也是好玩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我今天画一个石头，但是呢，我好像我可以创造它的纹路，我可以创造它的个性，我可以创造它跟其他石头不同的区别。那这个是我们的绘画者在无聊的一个生活里面呢，这是一个很好的调剂，所以这也是让我最近一直在沉迷其中的原因，就是一个石头，你把一个轮廓画出来，画出来之后呢，你怎么样去开始赋予它纹路？这个就很好玩了。你想要给它螺旋纹，还是给它那种冰裂纹，还是要给它很沙子的纹路？我用这个方式画之后呢，我发现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趣味性，就是你在画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一次性嘛，所以我们就会分层次，所以就很好玩，就是一次就赋予它不同的生命，赋予不同它的纹路。对，所以我常常在展览的会场里面，很多朋友来问我说这个，所以我就说，后来我就归结了一个说法，一个是所谓的官方说法。对，官方说法就是说，这个石头代表我们好像我们人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生命什么的啊。对，它有不同的面貌、不同的质地啊。那人也是一样啊，对，就是高低不分嘛。所以石头跟人一样。那为什么画的比较圆，慢慢画的比较圆角呢？因为我就说海呢就像社会，那你每天不停的冲刷把石头这样撞上来撞上去，冲刷每个石头，所以久而久之呢，在这个社会，在海的冲刷之下，石头就慢慢变成从有棱有角变成圆弧的一个感觉，一个面貌。对，那就跟我们人一样嘛，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想要做，什么都很有远大的理想嘛。那步入到中年的时候呢，发现还很多事情不是你想要做就可以做得到的。那看就是会开始会比较学习妥协或什么的。对，所以我们到中年的时候也慢慢比较没有棱有角的，比较圆滑世故一点的。对，就是所谓的官方说法。那其实我自己的说法其实就很简单，就是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是把自己心静下来，然后就开始就画，心无旁贷画。然后你想到什么，也许你在看到这个石头的记忆，然后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闪现，所以你就把它画起来，或是说你自己把 A 加 B 两种记忆再把它混合在一起，那你就发现到你就创作出非常不同的石头面貌出来。这个是对一个在画画的人产生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乐趣啦。所以我常常说，其实我画画没什么，就是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呢，就本身都已经非常享受了，然后整个画完之后呢，然后可以如果有机会展览的时候呢，那个是分享给很多朋友，让他们也可以感受到快乐或什么的。那这就是另外一个。对，所以但是我们都已经收到了。他把如何睇下观众看呢？如果有一个解释，要有一个解释。不过他把对艺术家来讲，无爱某个时间，也如何爱的意思诶。我可能无匹配，我想嘛个爱如何按来创作，唔看到嘛个如何嘛个，无一定要有标准答案。俺哋了解下听过继续堂邱先生同俺哋讲故事。非常多谢来福喜来嘅现场，我哋今日有请到系画家邱宗义先生，头到邱先生同我哋讲到画嘅嗰度，观众朋友拍荧幕方面看得到嗰度，可能心情改好嘅色头嘅画作，我嗰想嘅第一系按的零碎时间画图啊，韩国你其实隔了一张呢，隔了一阵子再重拾画笔刚画图有忐忑吗？一开始？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常常问说你干嘛要画图啦？
很奇怪，就是我从小知道我很喜欢画图，可是呢，有时候会觉得说，我是把空档时间全部几乎都是在从事绘画创作这个区块。那有时候会问说，你一定要活得这么累吗？这样子，对，因为，你知道吗？台东就是快乐的地方啊，对不对哈？三不五时，好朋友啊邀去喝一下、聊一下、玩一下这样子啊，对，这样几乎，当然我也是有啦，但是画图就是会跟我自己讲说，这个东西就是你一辈子的一个事情，对，所以我常常在开玩笑讲说，应该不是开玩笑，应该很认真的讲说，我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创作，就觉得说自己应该这样做而已，就真的是没有为谁去创作，对，就是很纯粹的，就是创作。那创作会让我觉得我有存在感，对，就是这样子。那当然除了水彩的这个部分之外，其实我也有去，反正我们复兴美工都会教一些有的没有的嘛，对，所以我们也创作其实是不分素材的，对，就是说只要任何手上可以拿出可以用到的，然后可以把你的想法去表现出来的，那其实这都是可以成为创作的一个素材。不是说老师也会做雕塑，哈。就是造型啊，应该算是造型啊。像譬如说，我漂流木我就收集了很久了。对，我漂流木，你看我从当初的莫拉克台风，然后台东整个海岸上面都是木头。好，那一年刚好我那个店新开，然后生意不好，对，所以我都利用空闲时间开了车跑去海边，开始去拿木头，去捡一些造型很奇怪、很奇特的一些木头，然后呢，想说日后可以来做创作，对，所以我有一个毛病，就是喜欢收集一些创作的素材，虽然这些素材到目前为止还有没有做不出1-2件作品，可是就是有这种好像得癌症一样，就是有这种毛病，就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我可以来做创作，所以我就开始默默的收集。对，所以我常常在海边看到有一些被海水跟石头冲刷的木头，那个纹路之漂亮的，那个造型之优美的，这是我们画不出来的，对，我们也做不出来的，所以被我捡到了。所以有时候我在海边捡到一块木头，它不见得是什么樟木啊，或者是什么牛樟啊，没有，它可能就是一块普通的木头，但是它的造型就深深吸引我，所以我会觉得说，哇，这个一天就值了。我大老远跑去那边，然后捡了一块值得的木头，我觉得哇，就值回票价了，那个心情的愉悦感就快乐不少。对，所以像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所以我想说，只要有机会，我们都会去做一些尝试一些很多方面、很多层次的一些创作。老师最近又有个新的雕塑的创作吼，那你给面先从看到是几分之几的？1/10。对。古说那个雕塑差不多有220公分高，320。有1层楼，1层楼高。也是在台东。台东的大鸟村那边。对，南回公路上面。对。那我有机缘做安的创作。这是县政府每2年还3年举办了一次的一个地景艺术，对，那之前办了一次南方以南，那这次就是以南回艺术季从这出发作为主题这样子，对，那就邀请了14位的国内外的艺术创作者，然后在南回沿线上面做一些艺术的一个装置艺术这样子。对，那我很荣幸，就是接受县政府的邀请，然后我做了一件作品。老师书都有唱歌哈，用哪些项，然后做用哪些作品？当初是先选点，就是县政府跟承办单位有带我们去南回各地去看场地，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选择在大鸟村这个区块，那后来就是他们就决定再让我的作品设置在大鸟村这边。对。这个作品老师同俺能解释一下好吗？这个90%的人都说是一个酒瓶，一个酒杯倒插在沙滩上面这样子。事实上来讲的话我这个作品其实是分为2个形式的一个做法。
好，那各位观众可以看到哈，我其实在酒瓶的瓶身外面，其实我是有一个是叫做比较抽象的。比较抽象的话，就是两个人脸在对望啊。其实这个是我最主要的一个创作思维哈，就是这个脸这边一个脸哈，比较高的脸是代表母亲啊，或者是长者。那比较低的一个这个脸呢，是代表小孩或者是年轻的人这样子。那这个意味就是说，所以我们取名叫做太平洋的呼唤。好，因为我的地点设置在太平洋边嘛，好，所以叫太平洋的呼唤，然后相约南回。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地的长者亲人呼唤远在他乡的亲人回到家乡来发展。好，这是我这一次的用意在。那么这个是抽象的意味，但是单做2张人脸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就是一般人可能看不懂。所以呢，我就因为主办单位也想说，这次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他希望我们的装置艺术能够结合在地。对，所以我们这十几位的，除了几位2-3位国外的艺术创作者之外呢，其他的几位创作者，我们都有到各部落去大概了解一下，然后他们的部落习性跟生态，所以我所以在基于这个状况之下呢，我就在头上面去把它做连结。对，那连结之后，所以就会有酒杯的感觉出现了啊。本来是2个人脸一个单独的造型，那像你一连接起来之后，就发现有酒杯的一个造型出现。但是事实上来讲，我这个图里面呢，我就把大鸟村的一些传说或是他们的环境去做一个结合，然后用中国剪纸的方式就是等于那个纸雕的方式去呈现出来。那因为这件是铁做的，所以对，那也拜科技之赐了。现在用雷射切割的方式可以把我这些比较细手的图腾，然后把它雷射切割出来。里面包含的大鸟的传说的2只鸟，因为大鸟村本身就是地形上面就像一只鸟一样。这是大鸟村长跟我说的，他们村的所在位置是鸟的鸟腹这个地方，然后左边的山跟右边的山这样子看起来就是2只鸟的翅膀，所以大鸟村的传说的由来是这样子。那也是因为地理的关系，中间的部分呢，我画了2条百步蛇。那其实百步蛇又是在地原住民的守护神，然后也代表了南回公路。好，所以你看那百步蛇，我是表达了，既是表达守护神，也是表达南回公路的意象。那因为南回公路真的是对台东市以南的这些市乡镇来讲，造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南回公路的拓宽就是让交通变得比较顺畅的。像从台东到高雄，大概2个小时以内就到了。以往的话可能要到3个小时，这整整缩短了1个小时时间，然后路也变宽敞了，然后交通也顺畅了，所以往来的便利其实是造福了南部市乡镇的一个发展，地方发展。那下面呢，我就有一个很特色，就是台东在清晨或是在傍晚在晚上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捞鱼苗。那这个意境，那这个也是南回市乡镇里面的一个很多人赖以为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技能。对，那所以我就在2个人脸之间去做这样的意象造型。对。感觉安尼作为推动嘅公共艺术老师又很够在地的屯在地连接，越来越像台东人，我感觉吗？对啊，我已经认为我是台东人。对啊，是啊。你感觉推动本唔嘛嘅，巴图又本唔嘛嘅？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的。那就我个人的想法，我觉得说台东其实是让我过得很自在的就是一个可以创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地这样子。对，因为可能我的个性吧，所以我觉得说，那很多人他会喜欢都市的生活，他会向往那样子。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的抉择。那可能是因为我学艺术的关系的话，我本身就会比较喜欢自然环境，所以台东对我来说，其实就觉得说很舒服的一个
啊，很好的一个点。对，这个是那现在其实资讯网络也很发达，所以说其实你在台东，你并不会觉得说你跟这个外界的一个距离相差很大这样。对。画图又本嘛嘅。创作艺术创作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一个生命的养分啦。对，就是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就像有些朋友他喜欢摄影，那有些人喜欢钓鱼，啊，像真的我也很佩服那些海钓的人啊，他可以在烈日之下，然后待个3-4个小时，对不对？可以在那边撑着，我觉得他们也是，我也很敬佩他们啊。那有很多人他喜欢在山上去种植一些原生植物啊什么的，所以其实，在台东如果你认真了解，台东有很多照着自己方式生活的人，这个很多很有趣味、很有期待的故事，都可以让大家慢慢来台东去了解。好，今日非常感谢邱先生同我们分享的故事，感谢。好，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观众。